鄰近環宇城嘅豪宅又推出新政策啦，總價百幾萬就可以入手一套3房2衛，而家咧仲贈送兩地車牌啊！呢度5分鐘嘅時間咧就可以去得到珠海嘅山姆店啦，20分鐘唔到咧就可以去到拱北關口嘅樓盤有樓巴，可以直接送到去香港，成個園林同埋環境咧都係特別靚嘅，上去睇下示範單位。嚟到示範單位，呢個戶型係朝南嘅，睇花園。咁我哋呢度過去10分鐘呢，就係珠海嘅明珠站啦。同樣5分鐘都可以去得到山姆，所以咧位置係比較方便嘅。我特別中意呢一個樹廳相當大嘅一個進深啊！無論係飯廳、客廳，同樣都係4米嘅開間，所以成個空間感咧係好舒服嘅。由門口呢個位置介紹咧，2梯4戶嘅設計，入戶咧幫你做好咗收納櫃啦，同埋我哋嘅鞋櫃。過翻去咧，飯廳嘅位置咧，呢度係隨便你設計啦。背後呢一側可以做酒櫃啦、餐邊櫃啦。入翻嚟咧係 L 字型嘅廚房咧，3件套用嘅都係品牌。出邊咧有生活陽台，而且咧我哋發展商比較細心，同你做好咗呢個洗衣台啦。咁啊落邊咧就放我哋嘅洗衣機就 OK 啦。呢個位置我哋熱水器嘅一個櫃咧，亦都同樣係同你做好咗嘅。再過翻去咧，我哋入去睇下其他嘅休息空間先。呢一個咧係118平方嘅4房2衛嘅設計。呢個客房咧利用咗走廊嘅空間咧，都同樣係同你做咗4線嘅衣櫃。過翻嚟咧，我哋休息區咧可以隨便你擺設1.5米到1.8米嘅雙人床啦。呢個位置係飄窗位，可以做一個書台或者係我哋嘅梳妝台都係冇問題嘅。呢一面玻璃窗望到小區嘅園林。而家係7樓，咁咧呢個咧係比較適合睇園林景觀嘅樓層啦。對面咧係公共嘅洗手間，我哋感受下呢個開間先。同樣同你介紹下呢個發展商嘅交樓標準同埋用料咧，放心，絕對唔會令你失望嘅，因為佢係片區 No.1 嘅豪宅。咁最細嘅客房啦，帶飄窗台嘅。我哋感受下呢個空間啦，做衣櫃。1.5米嘅雙人床同埋擺書台咧，亦都係足夠嘅。再過翻去咧，呢個係最細嘅一個客房，呢個戶型嚴格嚟講係3+1嘅。咁咧，如果居住嘅人口比較多咧，呢度做客房咧都冇問題嘅，做個小朋友房，大概有6個平方啦，一面嘅大玻璃窗。咁如果你嘅用途要求多啲咁呢度可以目前見到嘅係一個女士嘅瑜伽房啦。日後你可以做衣帽間啦，同埋我哋嘅一個電競室都係冇問題。最後嚟到主人房啦，呢度係佢嘅衣櫃嘅空間，對面呢係我哋套房嘅獨立洗手間。我同樣入去，你哋感受下呢一個嘅開間同埋佢嘅進深。發展商比較細心，呢一個百葉線都已經幫你做好晒啦，大品牌啊！過翻嚟呢，我哋休息嘅區域做到3邊落床位。呢一度嘅大玻璃窗咧，可以望到我哋小區嘅花園成個戶型咧就已經係睇晒啦。咁咧目前咧係幫你贈送兩地車牌嘅高品質嘅一個樓盤啦。去翻環宇城咧都係10分鐘。感興趣嘅朋友咧評論區留言。拜拜。